心想事成第31條法則，願望嚟自於簡單嘅肯定。只要簡單咁肯定，有時候潛意識就會實現你嘅願望。我哋領悟到萬能嘅潛意識係企喺自己呢一邊嘅時候，只要簡單咁表達自己嘅願望，有時候願望就會被實現。有位女性最近非常困擾，因為某位男性不斷咁打電話騷擾，試圖強迫佢約會，甚至硬闖到去公司吵鬧。睇起嚟，想要擺脫佢嘅糾纏係一件好困難嘅事。好彩呢位女性聽過摩菲博士嘅演講，佢將下面嘅命令下達俾潛意識：某某先生應該回到佢自己嘅地方。我係自由之身，佢都係。而家我命令我所講嘅說話能夠進入萬能嘅精神入邊，令佢可以實現。佢以呢一種方式命令潛意識之後，嗰位無聊嘅先生就冇再出現喺佢嘅面前啦。事後呢位女士形容佢消失得好似俾大地吞沒咗咁。要發出一項指令或者斷定某一啲事情嘅時候，唔需要太過緊張，因為呢件事情並唔係要用你嘅力量去進行，所以心理上唔需要太緊張，以免引起心中嘅糾結。只要好自然咁命令潛意識去做就可以啦。就好似你喺高級餐廳對住侍應講，俾我一杯雪梨酒咁，內心相信事情一定會按照你嘅吩咐去進行，就唔會耽誤啦。舉一個特殊嘅例子，感冒嘅時候，只要喺瞓覺之前命令潛意識，到聽朝早上起身之前，一定要令我恢復健康。呢個時候通常都會好靈，因為潛意識雖然無所不能，但佢嘅完全被動，只能聽從命令。圓夢小語，單純嘅相信，令願望更容易實現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